主后2023年3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有耳孔的拢着听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马太福音13章第19到23节。上迄日，耶稣对厝里出去，伫湖边坐，有一大群人聚集，我来伊遐，伊煞着去坐伫船顶，规大群人拢徛伫岸顶。伊就用譬如对因讲真济项事。伊讲，有一个夜经济的人出去夜经济，伊夜的时，有个经济落伫路边，鸟仔飞来，甲因食了了。有个落伫石头地土少的所在，因为土无深，真紧就腐芽。不过日头一下出，甲因拍着，因为无紧就焦去。有个落伫刺皮内，刺仔大丛起来，就甲因翕死。不过有个落伫好土地，就结实，有个100倍，有个60倍，有个30倍。有耳孔的着听。门徒来问耶稣：是安怎你对群众拢用譬如甲因讲？耶稣应讲：天国的奥秘已经有互恁知，毋过无互因知。因为有诶要互伊搁较济，济到有剩，无诶，连伊所有诶嘛要甲伊抢起来。为着即个缘故，我用譬如对因讲，因为因看嘛看无，听嘛听无，阁未了解。以赛亚的预言拄伫因身上应验。恁听阁听，嘛袂了解；恁看阁看，嘛袂看见。因为即个子民的心已经钝，耳孔重，目睭缺。若毋是安尼，因的目睭会看见，耳孔会听见，心会明白，会回心转意，我就甲因医好。毋过恁真有福气，因为恁目睭有看见，耳孔有听见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以前有真济先知甲义人，爱要看恁所看见的，也无看到；要听恁所听见的，也无听到。所以，恁着注意听即个夜经济的譬如。所有听到天国的信息无明白的，是亲像徛伫路边的种子，迄个潲者来，甲徛伫伊心内的种子抢去。徛伫石头地的，是指人听到信息，随时欢喜接受。毋过伫伊的心内，建根无深，挡袂牢。一个为着信息拄着患难，还是迫害，随时就放杀。徛伫刺皮内的，是指人听到信息了后，生活会看路甲钱财会袂熟，甲所听到的信息翕死，煞袂结实。徛伫好土地的，是指人听到信息有了解。真正有结实，有个100倍，有个60倍，有个30倍以上。有耳孔的拢着听。马太福音有真济遮记载，耶稣用比喻来教示。13章第19到23节所记载的比喻。搁较接近谜语，就亲像上主对先知以西结讲的：人子
你着甲以色列人讲一个譬喻，互因想内面的意思。这所的譬喻亲像谜语，毋是要爱互人听毋捌，也是简单传达概念尔，是要爱人有属灵的洞察力。耶稣引用先知的话讲，以赛亚的预言拄伫因身上应验，恁听搁听嘛袂了解，恁看搁看嘛袂看见。耶稣甲军队伊的人讲，上帝国伫伊内面，透过伊进入即个邪恶世界，既若听见的人，拢会做出回应。有的人无法度接受远远伫看，亲像伫看戏；有的人欣然接纳，因毋但听见，而且相信，搁用行动回应，因会结出果实，有的100倍，有的60倍，有的30倍。夜景的譬喻中，上特别的所在，在伫夜景的无生泥田。这说明，就算伫人看起来袂结实的土地，上帝都袂砍惨伊的恩典，照常通夜景。对长农时家己里的农夫，有通得到10倍的收成，已经是罕见的丰收，何况是100倍。因为安尼，耶稣讲的毋是日常经验，是天国的出现，会带来惊人的丰收。当人听见真道，心内全然接受搁委身军队，就能力抵挡诱惑甲患难，搁丰收美好的果实。总是有一群人，就算听见、看见主的恩典，犹原排斥伊和上帝国。主耶稣提出警告，就算是称作是基督徒的，也袂当保证会通得救，因为真侪人亲像有看见、听到福音，毋过因的行为却透露出因无真正明白。人检采愿意努力夜景，福音却毋是靠努力就通进入人的心，是上帝奥秘的恩典，福音才通得到成就。1902年，七美岛的居民下团因为破病去到基要医院就医，得到医治也接受福音。转去七美了后，下团基岛读经传福音，总是拜偶像的厝里人，岛民却看伊做异类。直到伊将福音传互即八小弟下载，才改变。圣神使用捌做动机的下载，甲当地的动机正面交锋，以便拆庙除偶像。根据学文学牧师的记载，因为七美人有渔民惯有的迷信，小庙满世界，供奉各种神明。下载除了世界甲大庙的动机斗法以外，也凭着胆识拆除真侪庙宇。这检采甲到达七美伫平湖列岛中间，庙宇的比例较少，香火也无真鼎盛有关。哈甲搁原地兴建福音堂，虽然是早时的往事，而且族内袂少人徙居台湾，毋过哈甲5代拢有人献身做传道者牧师，有下中坚、下美宽、下文学、下德辉、下明良等。这拄好是上主的恩典，
看起来若像未结果子的地，却结出百倍的奥秘。默想，我为虾米相信耶稣？当我要传福音予人的时，上大的困难是虾米？我为虾米相信耶稣？当我要传福音予人的时，上大的困难是虾米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甲我同在，互我听见你，专心顺服，搁用我的性命回应你。求你帮助我，互我去传扬，无畏惧，无求代价，无求回报，干那靠你的恩典，奉做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